因你慢来研究不该方法咯，每种对自家打训练热土的事物，每种理解文章的艺术。一开始，因每种来睇照涂一下这篇文章，接落来看看简单发起人格关系，让七人，让七个，来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的艺术。这唔系真困难的事情，俺是每种理解文字呀。接落来，大家提醒答题能力的理解部分，我来提醒大家，不管理解题目，爱先来让先锋。那是讲读出困难的事物，因每种个翻前头困让这篇文章。嗰一摆。来深入望理解题目，特可显的是不解部分。嗰一摆理解全文，一个搭图的事物，一天爱把握关键处和困难的处，按特提出高分，就唔系不解困难的事情啊。听妹祝福大家考试顺利。